因为或者在科技大学的对面斜对面开了一间伙食团，那我们头上住了很多的学生，或者最近开始在做这样的测试，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去找了这些干部、学生的干部去问他们这些问题，我就跟他说，假设 A 同学，好 B 同学 ，A 同学呢是道长二代，这个 B 同学呢是半路出家，等半路出家到这个，就是他原生家庭并不是我们道场的前线，是来到学校之后才开始接触机关道，才开始修行，慢慢变成我们的干部，或者就是问 A 同学，为什么你要来？为什么你要留在佛堂修行？或者要跟大家分享，大部分 A 类的人，就是在道化家庭长大的人，他都不知道，不能说都了，大部分都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要佛堂修行。各位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过得太顺利了。我或许大概问了3个道场200的学生，他们给后的答案是：老师我不知道。我从小就这样被教育，我的爸爸妈妈就叫我一定要来佛堂，就叫我来听课啊，就叫我去线香啊，就叫我去干嘛啊，都很自然啊。对老师我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去修行，我就知道就这样做就对了，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这样做。我觉得他们的表率是我要学习的目标，所以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做就对了，或者是跟他说。讲这样也对，但是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也对就是你把父母亲当成你学习的表率，这样做就对了，这件事情对。那也不对是什么？也不对是你不知道你为何而做。各位姐姐，你知道你为何而做吗？你为了什么事情而去做？或许常跟学生在分享2件事情哦，一个叫信仰。一个叫迷信，各位姐姐，你是在信仰还是在迷信？有的学生，或者在学校里面别人有的会知道或者的宗教背景，那你知道或者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面在帮忙，他们就问我谁啊？老师，我觉得你好迷信哦，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佛堂干嘛？有没有？各位姐姐，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说？你们好迷信哦。那到底什么是迷信？或者就跟那同学说，我问你啊，什么叫迷？什么叫迷？你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叫迷信。那什么叫信仰？就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而且你尽心尽力的去做，这叫信仰。那或者就跟他分享这个之后，或者就跟他说，老师不是迷信，因为老师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牺牲掉晚上休息的时间出来帮助佛堂，我很清楚知道，所以老师心中有一个很坚定的心。反而是你才是迷信，他就说老师哪有，我又没有跟你去佛堂，为什么迷信？都不要说，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我就问他说，那以后的时候要去天堂去地狱？老师我要去天堂，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凭什么去天堂？凭什么？如果每个人在人世间都不用做善事，以后就可以去天堂，那世界上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你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会决定了以后你要回天还是到地狱，这才公平嘛。我大奸大恶的人，他死后宰公羊羊就回去天堂了，那谁在人世间还要做好事情？或者就跟他说你才是迷信，我是很知道我要做，所以后来跟学生讲啊，你说的对也不对，
不对，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或者当分享，你开始可以了解你为什么要有这样休息。如果已经找到了浅显，或者要非常恭喜你，因为你开始走向正信的过程当中，你很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做，你就会努力去做。那如果还没有找到的浅显，现在心中脑袋是空白，脑袋是没有什么想法浅显，或者建议你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你在佛堂好几年了，甚至有的浅显是几十年了，为什么你要来佛堂修行？去把问题的答案找到之后，或许觉得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来探讨。那所谓的信心呢？信呢，这就是信心跟信念。信任行政是一个信，叫信心或信念。所以我们师母老大人呢，他在出去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摸得着根的成口土，摸不着根的瞎修行。各位姐姐，咱们讲咱的修炼呢，咱讲咱想那个修炼，这条根啊，有人抓到，有人跟你说。就是说那个，我有求道啊，以后我就可以回天啊，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怎么修行？没有错，或者是他们讲有求道以后我们都可以回天，是没有错的。可是你中间的空白怎么办？哪有人从起点然后直接跳到终点，中间都不用去他的？这个人家都说我们要享受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啊，最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有没有人跑步100公尺赛跑，那个0到100都不用跑，直接就跳到100公尺？不可能。那我们很多或者觉得，或者在佛堂里面上学习，有很多浅显的想法东西。我求到了，我以后就可以回天了，这样就好了。有吗？有浅显。我求到了。浅浅跟我说以后可以回天的，那就好了。中间的这0到100公尺，叫我发配。跟我没有事情，反正我以后可以回天。刚刚也对吗？也对啦，或者觉得也对。求完道可不可以回天？可以。这个老师傅老大人有这样讲过，只要你求道，不毁谤放德，不做出这个伤天害人的事。你一定可以回天，一定可以讲得很坚定，一定可以。但是呢，你的成就可能是比较浅薄的，很位阶很低的王力。那在这边请求1等兵、2等兵，然后之后才上去，还是下士、中士、上士。各位浅显，以后我们回天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阶级之分？有在天佛院游记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只有求道不修道，可不可以回天？可以，但是你是去那边当2等王爷，就是叫2等兵赶快，就是当阶梯上做什么就去做什么，2等王爷。做稍微多一点点的，会变成1等王爷。那如果你有努力修办道的，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内院里面去当位阶比较高的这一些生命见解。其实还是不要说回去做什么都没有，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回去还是要有戒。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要一直当2等兵当然还要大点。所以摸得着根的成口土，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这条根真的是要抓住。抓住这条根除了刚才的是这个天地经线是求道之外，也把这个问题问自己，为什么要修行？去想想这个问题。对，然后不要让大家讨论，还是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就会讨论。那我们有没有六祖慧能这样的智慧？六祖慧能呢，他去弘本大师求佛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的时候读过六祖坛经。或者来稍微讲一下简单的故事。这个六祖慧能呢，
到五朵红人大师那边，那五朵红人大师就问他，你来这边做什么？你来这边做什么？然后那个60分大师他就跟五朵红人讲这样的一句话：我来到这边哈，为求做佛，不求一物。各位理解，这个是不是坚信的信念？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你只听到《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而已，它就生出了为求做佛，不求一物的想法，坚定的信念。所以他不止千辛万苦，他也要去求法，求佛法。那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啊，就为了考虑他，就问他：你是一个南方葛辽人，你不是的野蛮人，你就是一个从南方来啊，跑到社会上去，然后呢，就是穿着又这么破烂，你凭什么成功？六祖弘忍大师很有智慧哦，他就说人虽有高低之分，但是佛性无大小的差别。五祖弘忍大师听到这边也知道，大根器的人来了，要好好栽培他。这是我们浅显可能我们没有想办法像六祖慧能这么大根器，可能在场的人也有，然后有人没有。如果没有怎么办？没关系嘛，跟对团队，好好的去修。这一招法团到了哪里，你就会到哪里。像一只蚊子一样，最浅显，一只蚊子在下雨，请问它有没有可能这样飞到台北去？够可以，不可以，因为蚊子的重力太重了。蚊子可能飞到点水，它差不多死掉了，很短那个，因为它飞很慢然后它飞到点水，甚至飞到异族那里漂流。但是如果这个蚊子飞，不小心飞到高铁的车厢里面，要停在头等舱的椅背上，然后呢，觉得很累，他就睡着了。结果1个小时之后，请问高铁跑到哪里去？跑到台北。这个就是跟对团队，或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我们现在都在爱讲佛的这一招白羊法团上面，我们这一招法团开上来，就算你过程当中累了、休息了、不小心睡着了，可是这招法团在前进，你也在前进。这招法团后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呢，如果你过程当中觉得因为某一些的人事问题，或者是某一些什么事情，你就跳下这招法团，离开了这招法团，那哥姐姐，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招法团从你的眼前这样游过去，对，你只能挥手跟他说加油呐。你想要再跳上这一招法，有没有机会？很难。但是有机会，你要比别人更努力的去跑。对啊，在喘息在你前面搁浅有没有追过火车的经验？有啦，火车现在走啦，你只能跑得比他更快才能跳得上去啊。虽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是你也很什么？你要跑得比别人更快，你才能跳得上。那你有能力可以跑得更快吗？如果没有，或者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不要下场就没事了。你不要下车，不要下，你就永远在车上在车上你也可以过你的生活对不对？道将火仔不就是这一回事吗？你在家也可以在家修行也可以结婚生小孩，也可以工作，也可以赚钱，晚上闲暇之余来佛堂听课帮忙，周六周日佛堂也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事情难得1个月才1次的体会班，出来接受佛光普照，法以滋润。你没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道法，那跑到哪里就是在道法，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不用想太多，我就是这样找到目标，然后呢，跟着这一招跑继续做就没有错。
对，他不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多收钱，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当这些高考的方向偏的时候，再可能就写你会发觉，你一定会发觉这个高考偏的。那如果你要他的人走进来之后，然后开始走这个，好，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信是很重要的，信这个行政是在我们修复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信他，他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些背景行政，就是信摆在里面。所以我经常讲啊，信为靠员工得目，信能远离生死苦，信能长养诸上根。信为无敌破基础，所以全部都讲我们以前都提到进去了，然后也是，而且在国场新科技的大概20年，特别有没有人提到进去，后来信为到一个工程，后面就大概就没有了，然后有些老师有的时候是可以，原来后面还有个当时哦，就是说那个拿回来，所以他跟我们讲。信有没有道理？不要做什么事情，功德啊、报典啊，什么事情之前，你一定要信。你不信他哦，你会怀疑。你如果不怀疑哦，你会没有信心继续走下去。所以信，但信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生死苦。好，可以把它大概做基础，或者加点这样这个很简单。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最近呢，我们常常最近呢，我们那个流行看中医，看一个中医，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医呢是我们手艺妹妹介绍的，因为手艺身体有些病痛，然后去看医生。那看了这个中医之后呢，这个中医或者是职业，然后看了中医之后呢，那么大概是做到大概什么事情啊？这个其实都是他这个我应该说就是在这边不同的话，看到中医好多的细节，然后大概然后一起看到。然后我觉得这个后者觉得他之后以前就是蛮有效的。或者是不用钱，不用钱啊，就是他的大概就是说，做了这个。好，那个我们在说口语上的口语的，我们要细致的。有这个故事真的很好，有个人呢，他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然后听到中医，然后这个中医师呢就跟这样的病人开始用这个好的中医自己开始用，因为这个人是这么的这个样子都去他因为有一次去这些中医师，然后医院呢，然后他发现。一下来都很难，他在大部分年轻的人士，然后他看到这个这些人的第一眼心中出来这个体质的因素，然后呢，就在那边这个工作的医生在那边好，然后这些年轻的医生呢，把医生的服务，然后他就知道一个师傅的系列。然后把那个房子上面什么病情什么大家来，所以他就研究他们的厨房，现在跟他们就是在中国的厨房这个病人的问题。那这个病人的其实呢，这个一天2天3天就可以跟他有个小小的意思了。如果这个礼拜的话，他就有人他就专门找中医师的，但是这个老中医说。这边看有多大？我来这边后大概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好，都是一样。我刚才我就是我自己把他们第一个这个没有写好。然后这边说，这个老师说，应该有这个要画法干嘛的，这个是法要发现，然后后来才发现，他的第一没有改变，他这个说本来
今天大家可以写到，有看到会有可以写到完全是一个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写作我们的去信？我们去写它，我们这个面前的心里面，从大的一样的老人一个开始讲，各种的开始沟通，年轻的一个开始讲，没有。他是没有办法要求的一种的，所以大家你去相信这件事情，你就会得到这个会有个人的结果。这个信息上是很好的，我们现在要往说解题呢，如果我们来说大概半年来说，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提出到这个问题，这个都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它的信息要把它的历史的理解，这个事情真的很大的，你大概去相信，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的说话的会不会是往上坡？他信，我这个是拿到了对不对？而且他不管是你开始是在电脑啊，他到底他信什么？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要先相信道德理论，先生。为什么相信道德理论？我们说的很多什么活法，对吧？他或者是要让他然后大家讲的，我们这个这个道非常高，非常我们这道，这个从今天去观过来，他到有没有这些情况？你的这些很厉害，你知道这些包括刚刚说的，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些。我没有办法，我给大家写法，道路是好的道路，道路是道路，什么道路很简单，我们有一些思路是道路。你现在在求道干嘛？要有钱。你如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跟你说这一条路直直的往前走，走到你人生的尽头，就会可以成功。好，这个叫伪见之路。那什么叫道理？伪见的方法，就是谈跟他对西方体系一样，他很清楚知道西方是在东西的西建筑，西方体现出来，我是一个往那地方走的，这个点，然后来售楼，来攻击是往西边走，就那里娘家。为什么？你如果现在找的话，你往西边走，就会到大陆。你如果在高雄，你往西边走，就会到高雄。所以从这边你走就往西方走，就走错了。那个目标，那个明确的目标下来，有一条可以不要到大陆从罗马。对，好。那罗马在这个地方，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或者你在哪里，你才能去走吧。如果你往西边走，你下来路不一样，找到的目的不一样，这是明确的知道，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说过，知道一些考验，或者遇到一些问题，他们是不是也讲了81光年？你刚刚说他们光你看过往之后有一些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
一种不把它问题，刚刚讲的来，你遇到问题的话，双方遇到问题的话，他会把这个好处传来，把它放回来。他会我们大家都很多人当中，你遇到问题，你要把它放回来。
所以，如果我们的长辈或我们的亲人
他死后生转如灭，是不是也就是代表他们生到？对吗？那什么是生转如灭呢？等一下会再来分享。或者先来让大家看一个泰国的影片啊，这个影片是一个已经过世的老人家，他真的生转如灭，但是他也是归空的，但是他不会恐怖，他不会像什么泰国拍的猛鬼那样突然冲过来这样，没有，他没有说恐怖，他就在跟他已经过世，可是他就像睡着了一样而已，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脚都可以动。他不是睡着，他真的已经归空了。哦，脚都那么软了，脚都可以动。他头跟手才会转，那刚刚的电是不可能的啊，对，然后我就想进来。哎，手都软软的了，还有手都软软的，好像还活着。还有手都软软的。哦，还不可以抱起来，好像活着的时候可以抱一样。哎呦，抱起来，看起来合照了。还有手都软软的，都可以这样转动。归空以后还能够伸软如绵，看，可以抱起来坐着，还可以手也可以这样转动。好，那我只要跟大家验证一件事情，千真万确，影片都拍出来了，老人家会不会故意装死逃离抵押那种，或者相信不太可能。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不会像泰国人他们不会禁忌这些事情，所以像泰国人都拍了很多类似的影片，都在不断强调，这很多年千真万确的事情。那各位也会说啊，一些网络宾馆业来啊，拢是听网讲的啊，我有亲身经验啊。后学来问一下在场各位同学哦，你亲自验证过生转如灭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多少，不要多少，请放下。所以代表这件事情不是后学一个人看过，网络上看过的，而是很多人其实都看过。后学为什么有机会看过呢？那个首义的爸爸就是候选人公这个归公的时候，大概放了几个小时。我们中国人其实都这样从医院送回来之后，不能直接放入棺材，一定要先放在左厅、在边厅、在客厅啊。好，是头高当然是他用椅子来用什么，就是先放那里先放着，然后先等意外，要看一个好的时间点才能入殓。那通常这个时间不会是短短的30分钟1个小时，通常这个时间有可能是过了几个小时，甚至有可能隔天才入殓。那阿公入殓的时候，我们回去看，真的是跟这个刚刚那个老人一样，是真的软绵绵的放进去，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因为我们都想说，那个老人家过世了，要让他抱着儿童而去。那一般人死的可能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这样可能需要找人是这样。但是阿公真的是可以把手拉起来，然后呢帮他抱儿童放在胸前。但是我们习惯，各位先大家考虑一下，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因为跟高跟大家提升。我们如果在睡觉抱儿童。是要出力的，为什么？因为这边要空气。你回去大家可以思考，你睡觉时候抱儿童，你放松手是会掉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可以顶着他的手腕。为什么会有可以讲的这么仔细？因为这几天真挂是，我老本身可能对啊，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所以抱了，所以千真万确。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再一次的去确认这样的事情。生转如绵就是谈到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家还是会难过了，因为毕竟一个那么慈祥的老人家离开了我们，所以这段感情都在。
可是其实在我们心中，我们其实是很为他很开心的，因为他不用在人世间受苦了，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这是我们还能去坚信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证？有，后面说真的，后面在学校里面啊，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一大堆。后面在学校呢，在度化学生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先来求道，那求完道之后有一次下课呢，他就来跑来找后学说老师，我求完道之后，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你讲的道跟理跟天理的。那但是啊，我现在有一个遇到一件事情，我想要去老师帮忙。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爸爸已经口腔癌末期。在这个半年前，医生就跟我爸爸说，他最多只活3个月。可是我爸爸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所以就算他身体有病痛，也知道他只有剩3个月寿命，可是他还是抱着很开心的心过每一天。到现在已经过了6个月了，但是身体真的是越来每况愈下，就是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那我很希望我爸爸可以来求道，因为我愿意相信你说的道德跟天理的这件事情。那后面听到了众生要学生的请求，当然不能置之事外，说爸爸的职业感比较多少，这样不行。那或许一个那个时候大概才30岁，因为或许28岁进大学教书，30岁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怎么做一件事情？不知道，最后也就去找当时候的永红主任，因为他那时候是跟我们学界在走的一个主任，或者去找永红主任帮忙。那永红主任呢就跟着后学到他们家去访亲，访了1次、2次、3次，跑到总主任，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很虔诚的三太子的信徒，而且里面有3摩然后那个灵隐附近的一间太子庙，很虔诚啊。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哪到我拜堂太子，我们去拜君的神父长，好，但是他儿子呢，就很希望他爸爸可以求道，所以当我们去了家访，他儿子其实还是不断在跟他爸爸沟通这件事情。那终于有一次。在我们咖喱在后面的家，咖喱要开成全班的时候，他把他爸爸带来佛堂。我们那个时候在开成全班的，已经8点了，要开始上课了。可是他等一带来怎么办？咖喱嘛，我们家也有一间佛堂，而且已经要开班了，懂吗？而且还是个很对啊，就跟前辈说，我们今天缘分比较特殊，因为今天有一个人等他来求道。这也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大家就互持，所以有史以来办到最多的人就是那一次，跟台下坐了几十个人一起互持这一场的办道，所以我们一心有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些案例。他爸爸呢就跪下来求道完之后，大概过了2个礼拜，那个学生跟他讲说，老师没有不止2个礼拜。又过了好几个月，可是我觉得他爸爸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因为医生都说剩3个月，他爸爸大概多活了快1年。好，然后他有一次，他爸爸就回家就打电话就说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我就跟他说好，那你等我明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我就跟他说好，明天我下完课大概12点，我就会过去殡仪馆。那我就去谈殡仪馆之后。就去上，就先去跟他爸爸上菜，上完之后就到外面聊天嘛。那聊的时候呢，他就后面就问他，问一句话，就跟他说：“你爸爸是入殓的时候身体是软的还是硬的？”他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我爸爸死的时候身体是软的。他爸爸只有来佛堂求过道，没有听过任何一场法会。”他爸爸也有这样的见解，或许当下就跟他说：“好，那你不用担心，我可以跟你讲，你爸爸现在已经在天上，你不用担心爸爸现在地狱受苦。”
他当时候可能就是放弃，可是事情没有这样就结束哦。再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又来找后学了，因为他是我们科系的学生，中文，他又来找后学，老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老师，我们那一天回去三太子庙，就是马路的三太子庙要去挂号的时候，三太子显灵就是当机当机起来，然后当机跟我妈妈说，我爸爸现在在他的旁边，在帮三太子办事。那大家都知道，三太子是白羊之血的先锋，所以代表的，当爸爸求完道之后，其实是跟三太子缘分特别好，那爸爸就去到三太子的去继续去打帮助到，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你看，老师没有骗你吧？道生理生天生这件事，真的是天生安全，因为在你身上就活生生的一个例子，你爸爸就是这样，那你愿不愿意修行？他就说好，知道了，我觉得我要认真来修行。所以要不要相信有这样的一些比较玄的事情？其实说玄我们从刚刚的案例到现在来讲，每一件事情在我们身边都是亲身经历到的，真的就是事实。那有的学生像我或者跟学生分享这个学生是老师，那为什么我都感受不到？我就跟他说，你要想想看，你才来佛堂1年2年。你又没有很努力的在佛堂帮忙做这些事情，怎么有机会遇到？老师是如果有钱家里面什么的，老师会第一时间冲去帮忙的人。那当然有机会你们呢？如果有人归空的，你们第一时间怎么样？躲在棉被里面睡觉。你会第一时间跑去现场帮忙？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勇气。很想气息生活。那我这边从口感的都是相信他又不会像我们以前看的僵尸片，突然就跳起来，有没有？那个才真的恐怖他不会是真的像睡着了一样的味道。有的人说Q刷点，或者说跟各位讲心存善念会正气起来。你们听起来吧，反而是跟性也有关系你心存善念正气能，反而是你心没有正气能的时候，百邪就入侵了。所以如果你去帮忙的时候，觉得不吞口，这个时候你才真的会如求吞口。但是如果你心存正念、正气能，你又不怕他怎么会来吓你？就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先相信道生理生天生，当然是其实天生我们在佛堂。